型號20551N， 20年嘅錶，未過保，黑卡，18K 金鋼，個圈係金嘅，有 Fire Back 係唯一一隻有 Fire Back 功能嘅雕陀康佬。咁 Fire Back 係咩意思呢？嗱，呢個係秒針，而家開康佬，唔記得扭一扭佢添。好，開康佬，而家行緊啦。平時呢，撳停佢係咁樣噶嘛。Fire Back 嘅意思呢，就係我可以第一個衝終點7秒，我即刻就回針啊，計緊第二個。過咗終點嗰個8秒，又計緊第三個，佢即刻就回返去0，叫 Fire Back， 即係追針。呢個功能呢，唔係隻隻雕陀有嘅，全新錶係 display 過嘅啫，係冇戴過嘅。係暗環紋面，暗環紋面。卡去到保養去到2025年10月，41mm。